好多寶寶成日話喺香港買房最緊要係地點同埋幾耐去到中環。其實有冇考慮過買一個單位係真真正正喺中環呢？其實呢度處於蘭桂坊，1分鐘落到去，5分鐘落到中環港鐵站，甚至你俾多少少7分鐘就已經去到 IFC。今日旅米高好特別，帶俾一個大家直情喺中環嘅一個全新供應，收租自用非常合適，帶俾大家雅盈峰。今日帶大家參觀雅盈峰一個3房嘅1000尺樣板間。今次發展商做咗一個有家私有裝修嘅樣板間，但係成個雅盈峰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呢個接近60尺嘅大陽台。你睇個門3接式，哇，非常具氣派。你可想而知，全部採光都做到格格班。好，其實成個雅盈峰最大賣點，除咗地點之外，當然佢外望嘅景觀係可以望住動植物公園、香港公園、禮賓府，全部都有一啲綠化帶低密度嘅事情，所以景觀上你係唔需要任何嘅擔心。我哋買艾馬斯巴巴嘅樓盤號戰隊有努力工作啦！今次呢個雅盈峰1074 3房2個套房嘅設計，全個橫廳都係用上採光窗，8米嘅長度。哇！其實擺完啲大家私，呢個客廳部分其實空間感好足。OK， 房間一陣間先睇，我哋嚟到一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。哇！呢度用上大理石，呢度又係玉石，非常絲滑嘅質感。兩旁全部有蒸爐、焗爐、揸嘅甩嘅，得意啦！開放式廚房有明火喎，大家知唔知點解？留言區話俾米高聽，我話俾你聽啱唔啱 ？OK， 呢個非常絲滑嘅水吧台，可以同朋友邊傾偈、邊調酒、邊做小食都冇問題喎。呢度有個隱藏式、嵌入式嘅冰箱，揸嘅甩嘅，但係不得不提啊，全線櫥櫃都係用上名牌鋪近鋪㗎。喺隔離，發展商提供咗個揸嘅甩嘅 full size 紅酒櫃，呢個紅酒櫃可以存放你99支你自己嘅私人珍藏。嚟到餐廳部分，發展商提供咗一個6人心形嘅非常別緻嘅餐台，因為個層高夠高，所以就算放落咗一個咁大嘅吊燈，都唔會有任何絲絲嘅壓迫感。隔離有一個全落地嘅採光窗，所以採光可以做到格格班。我哋參觀第一間客房。帶大家參觀第一個套房。OK， 首先全落地玻璃標配啊。OK， 呢個係張雙人床，營造到3邊落床，嗰邊有床頭櫃，後面有梳妝台，呢度有少少層架可以擺你嘅戰利品。OK， 喺後面除咗有衣櫃嘅位置之外，亦都提供咗個套間。OK， 呢個洗手盤和呢個玉石好似月光杯咁樣，非常別緻，亦都有玫瑰金嘅飾件。好，但係嚟到呢個企缸部分，呢啲玫瑰金嘅入牆組件又令我諗起，果然係同一個設計師。喺客廳嘅另一邊，呢度係一個小房間，發展商將佢改咗一個趟門設計，咁就成個客廳望落去就空間感更強。OK， 呢度有個書台，亦都有個可以休息嘅地方。其實有客人喺度嘅話呢，可以做一個客房使用都冇問題。亦都係廳房同樣嘅全落地採光窗。呢個可以擺老闆你戰利品拍賣翻嚟嘅產品。歡迎嚟到你主人房嘅衣帽間部分。老闆娘，呢度有個全身鏡，呢度好高嘅空間收納量，穿山卑麻當然沒有問題啦。全部你得好長嘅裙都完全容得下，你嘅包包、心愛嘅戰袍都可以全部放心咁擺喺呢個位置。睇完衣帽間，我帶大家參觀主人房套間部分。呢個玉石嘅洗手盤比剛才再度升級，下面有收納量。OK， 哇，成個酒店式設計其實好高級個感覺。呢度又再次見到玫瑰金嘅入牆飾件，有啲玉石嘅層架，跟住浪漫鵝蛋浴缸之餘，呢度仲用個石去包圍住佢，哇！真係魔鬼在細節，見到發展商用心下成本嘅地方，讚！
最後帶大家參觀埋睡眠區嘅部分啦。呢個主人房再度升級咗，當然 King size 床、3便落床 easy 冇問題，亦都配有廳房同樣嘅全落地採光窗，採光度極高，外望又係港督府啊、動植物公園等等嘅。其實大家覺得呢個1000尺嘅空間，呢個主人房有衣帽間有套間，仲要咁靚景觀，大家會覺得值幾多錢？假迎風用上大量嘅日系元素喺裏面，無論佢嘅外牆啊、園林啊，用上日系嘅公司。OK， 呢個則師係日本人丹下憲孝，波鏡哥簡字，我唔知係咪咁讀啊。另外室內設計部分就交咗俾 Andrew Fu。Andrew Fu Studio 咁熟嘅，咪就係上次淺水灣複式單位嗰個室內設計師營考過啊，大家記唔記得？雅迎風現已接受大家預約參觀。其實呢度係中西區11名校網，家長當然最趨之若鶩啦。其實我哋由雅迎風現場行落嚟1分鐘就已經到達蘭桂坊啦，港鐵站就喺下面，只係多幾分鐘事情。我而家揾我老婆去 Happy Hour 啦，我哋下期見。